在地新闻要招咱来运动赛雷镇，赛雷镇东南国中女子排球队参加拜年度国中一组这个联赛表现真好，晋级到全国的决赛。这阵热爱排球的囡仔，大部分拢是为国中才开始学排球。虽然讲比赛经验比别人较少，不过因拍拼而且积极的态度，再加上教练用心的指导，一直在进步。在地乡亲更期待讲因为全国的决赛会使继续创造好成绩。球场的队员真专心投入，无放弃逐摆得到分数的机会。因伫今年度的国中一组排球联赛当中，拍到全国决赛，分数都咬得很紧，然后还会就是中途就有人受伤，然后我们就要克服那个问题，跟朋友都可以一起打。打到一半，我自己就受伤了，然后就继续撑下去，继续打，最后还是赢了，所以会很开心，也希望可以进4强啊。其实这阵囡仔大部分是高中了后才开始接触排球，自基础开始练。虽然卡慢起步，经验嘛比别人少，不过这个练习和正向的态度，让因有真好的表现。虽然身体有一些微恙啊，但是他们求胜意志是非常强的。以他们现在这样的心态下去，我们再继续努力下去，绝对可以就是再创造更好的成绩出来。看到囡仔一路上克服困难，拍到全国决赛，嘛希望后续的比赛，因会当发挥坚强的实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